最近咧有啲客人打俾我咧，佢就話最近都心思思，其實都想屋換屋嘅，但係好擔心如果自己買咗之後咧，自己間屋賣唔到。佢就話可唔可以喺傾 offer 嘅時候咧，放一個條款同業主講，如果佢自己間屋賣到啦，先至順利去將呢一間嘅買賣確定落嚟。有冇咁嘅情況？喺地產買賣合約嗰度咧，的確係有一個條款嘅，但係點解好少人咁做咧？其實原因係咁樣嘅。如果係放一個條款同業主講，OK，喺未來嘅時間裏邊90日、60日，如果自己間屋賣到啦，先至確定一個買賣。但係通常咧，如果業主同意咗咧，後邊咧仲有第二 part 嘅。第二 part 嘅文件咧就係調翻轉啦。如果喺業主等嘅過程裏邊，OK，當有份 offer 入嚟，而嗰份 offer 咧係冇條款嘅，即係話係冇銀行貸款，驗樓係一份 firm offer。咁業主咧就通常喺24小時或者48小時裏邊咧通知翻第一個買家，就話俾佢聽，我哋而家收到張 offer 啦，你會唔會馬上 firm up 呢一個 deal？ 咁對於第一個買家咧，佢選擇就有兩個，第一咧就係 firm up 個 deal 啦，第二咧就係放棄個買賣，讓呢個物業俾第二個買家。OK， 咁所以有好多時候咧 ，OK 喺今日個市場咧，好多時候好多嘅買家咧都唔想放一個條款落去嘅原因咧就係，就算個業主同意咗一個 cost。可能2日、3日或者1個星期之後，當佢收到另外一張 firm offer 咧，OK，佢就要喺24小時或者48小時要即刻 firm 個 deal。OK， 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咧就比較少用啲嘅，除非嗰個物業咧係比較偏門啲嘅。OK， 例如一啲係好少人會買嘅物業，又或者 OK 個物業放咗市場好長時間，OK 業主咧都唔介意去等。OK， 但係對於普通嘅買賣咧，OK 好多時候咧，尤其喺多倫多市場咧會比較少用啲嘅。OK， 咁如果大家有一啲嘅地產嘅想問嘅，歡迎喺以下留言或者 follow我。OK， 我會將個答案解釋俾你聽。OK， 到時見，拜拜。